佢叫胡楓，原名胡繼修，但香港上上下下都叫佢一聲修哥。呢個係一個從戰火年代走過嚟嘅古董商個仔，陰差陽錯闖入演藝圈，用70年時間將自己活成咗一部香港影視編年史嘅人。佢做過一代人嘅銀幕情人，同蕭芳芳一齊跳舞過震迷死過萬千少女，亦都做過無數經典劇集裏面嗰啲固執又慈祥嘅爸爸同爺爺，搞到電視機前面嘅觀眾喊過又笑過。但你可能唔知，呢個係圈中擁有10幾位巨星契仔契女嘅長青樹，心入面收埋咗2份最深沉嘅遺憾，一份係關於嚟唔切陪伴嘅仔女，另一份係關於嚟唔切送花嘅亡妻。胡楓呢個名係老細幫佢改嘅，楓樹1年4季都保持紅色，寓意係娛樂圈長紅。事實證明呢個名改得非常好，但佢本來嘅人生同演藝圈並冇乜嘢交集。1932年1月18號出世，係廣州西關嘅一個古董世家，老豆係肯愛好有名氣嘅古董鑑定專家，家境殷實，屋企人期望佢可以繼承呢份家業，但胡楓由細到大就對擺弄古董冇乜興趣，反而係沉迷睇電影同表演。童年嗰陣，佢成日同兄弟姊妹喺屋企玩鬧做戲，佢特別中意模仿丑角朱寶全，模仿得太過投入，搞到落咗個口吃嘅毛病。呢個習慣到而家都未完全改得甩。講起嚟有幾奇，只要一開機講對白，口吃就會自動消失。佢笑住話，因為口吃反而贏得唔少女仔嘅關心，所以都唔係好想改。21歲嗰年，佢見到報紙上面一則招考演員嘅廣告，就瞞住屋企人偷偷報考咗大成影片公司，憑住靚仔嘅外形同一股天生嘅機靈勁，好順利就被錄取咗。更令人意外嘅係，佢嘅第一部戲就做咗男主角，同當時嘅花旦王方艷芬一齊主演《男人針》，一炮而紅。出道第1年就有報紙形容佢身形適中，眉目清秀，姿態活潑，談吐溫能，具備時代英俊小生應有嘅執造。之後佢片約不斷，同蕭芳芳、嘉玲、南紅呢啲當紅女星合作咗大量歌舞片，武藝精湛，俾人封為舞王秀，風頭一時無兩。1960年上畫嘅《難兄難弟》係胡楓演藝生涯裏面分量最重嘅一部作品，佢同謝賢飾演一對窮到但樂觀向上嘅難兄難弟。成套戲充滿咗市井煙火氣同粵語片特有嘅幽默感，上畫之後大受歡迎，影響深遠。之後幾十年入面出現咗好多部以難兄難弟做藍本嘅影視作品。胡楓嘅事業巔峰期唔止得呢度，1960年代後期粵語片市場逐漸萎縮，佢果斷轉向電視圈發展。講起轉行，個故事都幾有戲劇性。佢正同好朋友譚炳文喺餐廳食飯，對方隨口問佢有冇興趣做電視，佢話有興趣又點啫？點知譚炳文直接將 TVB 3個高層請咗過嚟，就咁樣糊裏糊塗就簽咗約，由大銀幕男主角變成電視熒幕裏面嘅綠葉。佢起初難免有啲唔適應，覺得自己好似降維打擊咁，放唔低個面子。但老婆呂令荷一句話點醒咗佢。既然你本來就中意演戲，做乜嘢浪費你儲咗咁多年嘅經驗？佢諗通咗，唔再執着於主角光環，由爸爸專業戶一路演到爺爺專業戶，一演又係30-40年，到而家都仲係幕前活躍，每年都有1到2套劇集同觀眾見面。佢拍過嘅電影超過200部，電視劇多達114部，到2024年都仲喺度開演唱會。90幾歲嘅佢仲攞過銅紫荊星獎。佢曾經喺訪問裏面講過，好多朋友到咗退休年齡，大半世為咗工作奔波勞碌，諗住退休享受人生，點知一退落嚟，健康往往就每況愈下。所以我唔會退休，仲打算做多啲有趣嘅工作，認識多啲新朋友。胡楓嘅人生入面有一個人由頭到尾貫穿住，就係佢嘅初戀老婆呂令荷。兩個人嘅相識始於一場聖誕派對，當時胡楓正喺度報佳音，呂令荷就企喺台下，四目交投，故事就咁樣展開。佢當時仲未算正式出道，
但呢段戀情一開始就遭到女方父母嘅反對。喺嗰個年代，做演員唔算係乜嘢體面穩定嘅營生，父母擔心個女嫁俾佢會捱苦，但呂令河鐵咗心要同佢一齊，頂住壓力全力支持。1957年，兩個人登記結婚，嗰年胡楓25歲，呂令河細佢3歲。然而嗰個年代嘅電影公司對小生形象嘅管控好嚴格，老細明確要求佢唔可以公開婚訊，怕影響票房。胡楓坦言自己算係第一代發展地下情嘅藝人。隱婚咁多年，呂令河從來冇埋怨過。結婚之後，佢放低自己演員同監製嘅工作，專心相夫教子，湊大5個細路。等胡楓喺前線衝鋒陷陣嗰陣，完全冇後顧之憂。呂令河曾經都係一個演員，拍過電影，仲做過監製，代表作包括同胡楓合作嘅《威風少爺岳千金》，兩公婆感情極深，公開露面過真誠嘅十指緊扣。胡楓仲試過喺公開場合錫老婆，恩愛程度唔輸俾任何年輕情侶。胡楓喺演藝圈同無數女星合作過，但從來未傳出過一單緋聞。係圈內公認嘅愛妻號同住原體。呂令河最後一次公開陪老公亮相係2015年顧嘉玲邱盛典演唱會，當日佢精神都算唔錯，同胡楓一齊欣賞音樂嗰陣默契十足，笑容同步。2016年，一切都戛然而止，呂令河因為病咗住入浸會醫院，情況一路差落去。胡楓原本應承咗 TVB 去台灣取景拍台慶節目《一屋老友記》去旅影，但因為放心唔低老婆，主動辭演，專步不離咁守住喺醫院陪佢走完人生最後嘅日子。2016年10月12號，呂令河喺醫院病逝，終年82歲。記者打電話俾胡楓，電話個頭傳來低沉而傷痛嘅聲線，佢只係不停重複講有心2個字，然後就收咗線。10月18號，喪禮喺紅磡世界殯儀館以基督教儀式舉行，靈堂中央擺滿咗親友送嚟嘅花牌，其中有一個心形花牌特別搶眼，上面寫住緣盡今生，來世再做。嗰個係胡楓寫俾亡妻嘅契女林憶蓮、劉美君，契仔張學友、黎明等等都紛紛送上花牌致哀。胡楓到達靈堂嗰陣，對在場傳媒話：辛苦晒各位，真係好唔好意思，為咗我太太，你哋辛苦晒。我太太好有福氣，全家人都好孝順佢。臨走嗰陣，所有人都喺佢身邊，佢嘅遺願係低調，離開嗰陣帶住微笑，大家都好安慰。攜手相伴59年嘅愛妻離去，胡楓嘅傷痛可想而知。但佢話太太臨走嗰陣冇交代太多身後事，唯一嘅吩咐就係要佢繼續開開心心咁活下去。佢應承咗。呂令河走咗之後，胡楓一直單身到而家。佢將對老婆嘅思念收埋喺生活每一個角落，用緊印有兩人合照嘅杯飲水，等老婆一直陪住自己。佢曾經喺訪問裏面講起一件小事，語氣裏面盡係遺憾。我從來冇送過花俾太太，後生嗰陣唔識浪漫，覺得用心陪伴重要過物質同掛喺嘴邊嘅我愛你。結果成世人冇送過一枝花。太太過身之後，佢開始隔2-3日就係亡妻嘅相面前擺上鮮花，當係對自己遲嚟嘅彌補。我晚晚都會同佢傾下偈。佢話有人問佢係咪掛住老婆，佢答係我心目中。直至到而家，雖然佢走咗幾年，但我仍然都係掛住佢。太太係我一生至愛，如果冇佢幫手，都唔知點算。我一直希望同佢喺黃昏路上影多幾年，但人算不如天算。老婆走咗之後，胡楓同另一位資深演員羅蘭嘅關係成日被外界過度解讀，兩個人因為喺節目入面多次扮情侶，私底下又係多年好友，黃昏戀嘅消息就越傳越勁。胡楓娶羅蘭甚至一度成為熱搜話題。對此胡楓嘅態度出奇地豁達，佢係 TVB 網絡節目《現時城內》受訪嗰陣笑住話：真係唔知邊度傳出嚟嘅，轉咗幾年，到而家都仲轉緊，不過冇所謂啦。93歲仲可以有新聞，好難得。聽講呢個消息係從內地轉過嚟嘅，就由得佢繼續轉啦，多啲新聞仲好。至於羅蘭，兩個人確實係幾十年交情嘅老友，羅蘭都多次喺公開場合澄清，
佢哋只係交情深厚嘅老拍檔，互相照應而已。胡楓同呂令河一共生咗5個仔女，3個仔2個女。呢班仔女長大成人之後，大部分都係外國定居生活，只有逢年過節或者老人家生日先會專程趕返嚟團聚。5個仔女為胡楓帶嚟咗6個孫仔孫女，同至少2個曾孫，已經係4代同堂嘅大家庭啦。2025年胡楓93歲壽宴上面，全家4代同堂嘅合照令人動容。佢嘅仔女專程從外國趕返嚟，其中一位12歲嘅曾孫企喺佢身邊，個頭已經同佢差唔多高。但胡楓自己曾經喺訪問裏面坦言，後生嗰陣忙住拍戲養家，同仔女嘅關係並唔算親密。嗰陣時同仔女關係冇咁融洽，因為太忙，好少同佢哋見面。收工返到屋企嗰陣，佢哋都已經瞓住咗，所以佢哋嘅童年我冇參與到，真係好大嘅損失。呢番話裏面襯住一位父親遲嚟嘅懊悔。不過隨住年紀越大，佢開始有意識咁去彌補呢份缺失。每年過生日，仔女都會從四面八方趕返嚟同佢慶生，老人家塊面掛住滿足嘅笑容，後生嗰陣錯過嘅陪伴似乎正慢慢被填翻。喺演藝圈，胡楓以人緣極佳出名，但佢最令人津津樂道嘅，莫過於佢個份龐大嘅契仔契女名單。據不完全統計，佢收嘅契仔契女多達14人，甚至有人話係15人，其中包括張學友、黎明、林憶蓮、劉美君、張家輝、方國珊、班班、黃祖時、徐思培、陳慧紅、周啟生、劉南光、朱建軍，仲有2位圈外嘅契女。講起呢班契仔契女，胡楓笑到見啱唔見眼，真係開心到我啊，都唔知點解。呢個係我人生嘅得著之一，有15個契仔契女，個個都對我好好。佢第一次做契爺係1987年嘅事，個年拍劇集《女暴發》，4位女主角方國珊、班班、黃祖時、徐思培一齊向佢斟茶上契，一次過就收咗4個契女。隔年拍電影《猛鬼學堂》，又同劉南光、陳飛鴻、劉美君、林憶蓮、張學友上契，理由好簡單，拍嘅時候好融洽，拍得好開心。1989年透過電影《四千金》同黎明結緣上契，後來仲陸續收咗朱建軍、周啟生等人。張學友每次開演唱會，胡楓幾乎場場都去捧場，一票難求嘅演出，佢都可以隨時入場，由頭睇到尾。黎明嘅海濱演唱會後台，胡楓照舊住便貨，孭住斜孭袋悠然自得咁四圍走。佢唔中意將呢啲契仔契女掛喺嘴邊，怕俾人話係借佢哋宣傳自己。呢份真誠先至係佢係娛樂圈廣結善緣嘅真正原因。2024年底，佢曾經喺豪宅唔小心跌親，要緊急送院治療，好彩冇大礙。出院之後又即刻投入工作。胡楓試過有一次住院養病期間做咗件令人哭笑不得嘅事。公司臨時通知佢去電車廠拍一場戲，佢居然趁護士唔為意偷偷溜出醫院跑去開工，急到護士周圍揾佢，連老婆都唔知佢去咗邊。事後佢諗翻都覺得唔好意思，個場戲好短，我唔想拖累大家，唔應該為咗呢啲小事而搞到醫院大陣仗咁揾人。呢份對舞台嘅痴婆，令到幾多後生藝人看眼。關於胡楓嘅家產同財富狀況，外界一直眾說紛紜，但佢本人嘅態度極其淡然。胡楓出世係古董世家，家境優渥，佢自己打拼幾十年，積累咗唔少身家，但佢從來冇將呢啲嘢睇得有幾重。2024年佢喺小紅書上轉咗一段影片，帶住大家參觀豪宅。鏡頭前，佢住灰色西裝，結住紅色領呔，企喺一排靈骨塔位前面，大讚設計優雅，環境優美，豪華，形容佢似豪宅一樣。我等先人住入去之後，一定會覺得開心同安樂。呢一段令到唔少網友直呼大吉利是。
胡楓就一啲都唔介意。而對於自己嘅真實身家，佢係2026年嘅訪問裏面只係輕描淡寫咁講咗句夠食夠飲夠住就得啦，呢個就係最好嘅身家，咁樣就唔會窮。至於遺囑，胡楓從來未對外公開談論過具體嘅財產分配方案，但有知情者透露，佢名下嘅房產同積蓄好可能已經按照佢嘅意願喺家族內部做咗安排。以佢嘅性格，呢份低調無疑會貫徹始終，唔使張揚，唔使搞到人人都知。回顧胡楓嘅一生，你會發現佢幾乎冇高負過任何一種角色。冷漠上佢係萬人迷，舞台上佢係舞王，家庭裏面佢係丈夫同父親，喺後輩面前佢係親切嘅長輩同導師。但最令人動容嘅係佢對亡妻嗰份長達半個世紀不變嘅愛。佢從來唔講我愛你呢3個字，佢用領動證明咗乜嘢係真正嘅上手。從廣州西關嘅古董世家到香港演藝圈嘅常青樹，胡楓用70年時間完成咗一個普通人嘅非凡旅程。佢嘅故事裏面冇大起大落嘅反轉，冇驚天動地嘅狗血，有嘅只係一個男人對事業嘅專注，對妻子嘅忠誠，對仔女嘅虧欠同彌補，以及一種無論幾時都唔願意停下腳步嘅生命力。佢曾經喺某次訪問入面被人問到：修哥，你打算幾時退休？佢搖了搖頭，語氣堅定得唔似一個耄耋老人，希望自己做到幾耐就幾耐，有工作就有活力，有健康，保持開心。我嘅字典裏面冇退休呢2個字，除非我真係做唔落。佢講呢番話嗰陣，眼神裏面全是